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如心分行Fleming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咧就係一個上翠苑，大概中層嘅一個4號室，望翻住去咧就係屋苑嘅一個內園位置，非常之好個景觀同埋嗰個方向，而且咧係朝東嘅一個方向咧。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望一望個單位先。喺客廳範圍啦，咁啊業主咧其實就比較係少擺放一個家私啦，咁啊好清幽咁樣擺咗一個按摩椅啦，同埋側邊咧擺咗啲小嘅架咧，咁我可以放置自己嘅一個平時嘅用具啦。咁喺飯廳位置咧，業主就簡單擺咗張係4至6人台啦。咁我哋新宿嘅，咁啊隨住係人數嘅改變咧，咁啊可以係增加多嘅嗰個位置去食飯啦。咁啊而且入門口之後咧，咁啊側邊亦都有個電視櫃同埋個收納櫃嘅一個空間嘅。咁我哋首先望下個主人房先。咁主人房嚟講咧，咁啊一張係大嘅，應該係4尺半至5尺床啦。咁啊跟住咧就做咗一個大衣櫃到頂咁樣，而喺個床尾嗰度咧，亦都有一個係到頂嘅櫃咧，咁係做咗出嚟嘅，咁啊增加個收納量。之後咧，咁喺一個細嘅睡房嗰度咧，咁其實就做咗一個上下格床，而且都有啲係化妝台啊，或者係當書台空間。咁而側邊亦都係有個係衣櫃啦，咁亦都到頂啦。咁啊可能係2位人士住嘅時候咧，咁啊衣服啊比較多少少。好啦，咁去到洗手間嗰度啦，咁啊洗手間咧，咁啊加咗一個係企缸玻璃趟門啦，咁啊方便啲去出入。喺斜角位嗰度咧，進入就比較係方便少少嘅。咁啊而且個星盆咧亦都離地啦，咁所以洗地嘅時候又非常方便，倒落去嘅擦一擦就搞掂啦呢一種。咁去到門口位啦，咁啊門口去到廚房側邊咧，咁啊做咗一個係鞋櫃啦，咁啊到頂鞋櫃，咁啊方便係放置即係入到嚟之後啦，咁啊去使用啦。咁去到咧廚房嘅位啦，咁廚房做咗一個猩紅燈，非常之有趣啊！咁而且咧咁啊係個雪櫃亦都係非常之高身，咁啊一個無論係擺多少少食物咧都係非常之適合嘅。咁啊洗衣機啊、爐頭啊都係近住個窗邊位咧，咁啊所以如果煮餸嘅時候開咗個窗，再加埋抽油煙機咧就非常足夠啦。呢一度已經係咁，而且咧側邊亦都多咗一個層架啦，咁可以擺多啲電飯煲啊，或者係其他啲蒸焗爐之類嘅嘢都係非常適合嘅。